毋过后来年月较大吼，毋是年月较大啦，去互拍这一届了吼，改变了呢。人甲我生的时阵吼，我讲啦，就假装没看到就好了嘛。啊，这样对的有较少无？有无啦？有啊有啊，不会变成仇敌嘛吼。我就假装没被你看到啊。啊，年岁愈大愈温柔吼，你知影即马人若甲我嚼、甲我亲，你知我安怎？我搁笑回去呢，我会给他点头笑一笑，笑到那个人觉得不好意思去拄着笑的安尼。看下这，当咱对咱家己的价值、的看法在改变的时阵，其实你的仇敌就怎么样？就变少啊！啊，要听这个不是对敌的人，其实是较容易的。啊，毋过吼，拜五，咱顶礼拜五，前天的查经班在讲这个问题的时阵吼，我家己有另外一个想法，甲大家分享。就是有当时啊，当我的心去想到讲，我要听这个对敌的时阵，各位兄弟，你知影我去想到啥物货？当我有一个发现讲，哇，今麦我有一个对敌啊，这个以勒跟我是仇敌，好，那我现在要去爱仇敌。你知道我忽然想到什么？我也去想到啥，你知无？我要去爱以勒这个仇敌的时候，我会先想到，安尼，我敢有听我的兄弟姊妹？我敢听我的兄弟姊妹已经听到这脚啊，已经听到这搞啊。若无的话，我即马先去听我的对敌有怪怪无？有没有怪怪？我连我的家人，连阮的某孙女、阮三个囡仔，我都听无够啊。你问他们，他们都说我没有爱他们。好，啊，我咧这时阵，我咧烦恼要听仇敌，会不会怪怪的？我是不是先爱安那？先听我四周的人，是不是？分享一个佛家的故事。哈，这个基督徒这奇怪，这个部书哦，不但是异端，还喜欢分享佛家的故事哦。伊讲寒山哦，无写出来，这寒冷的寒。寒山问拾得，两个人啦，一个叫做拾得，一个佛学的一个高僧捡到的一个囡仔，所以伊名号做拾得吼，捡到的啦吼。啊，伊后来变做一个法师吼。寒山这个人问拾得，伊讲当世间，碰我、欺我、辱我、笑我、轻我、贱我、恶我、骗我的时阵，我是要如何处理？世间的人这样对我，我要怎么处置啊？啊，拾得就回答：你得安那？你只要任意、扭意、有意、避意、耐意、敬意，卖差意。他说：再等几年，你且看他。哦，这个是他们佛家常常拿来勉励的话。可是等我在思考这个对话的时阵，我觉得很棒，这个拾得很棒，有没有？有无？不过吼，我要改他几个字。伊上尾是听一对，你且看他，对不？各位这是看他吗？拾得的意思是讲，等你安尼忍受对友善的对他一段时间以后，你就看他会不会改变嘛，是不是？各位兄弟，不过我要问的是，当咱对咱的对敌这么友善，互伊欺负，互伊践踏，过几年，其实你要看的是谁？自己呢？不管他有没有改变，其实向前改变。
咱家己先改变。各位兄弟，咱个看，你且看我，你且看自己，这个就会回到是咱圣经的教训啦。就是耶稣讲的，当咱看无家己，当咱愿意背迄个十字架，其实一切的改变啊，一切就改变了。重点还不是你且看他，各位兄弟，重点真正不是你且看他，是看家己啊。因为当我们忍他、让他、由他、避他、耐他、敬他、莫理他，等我们真的这样去实践的时候，真正改变是咱家己啊。啊那这个改变的咱的这个家己，有迄个法度会当听咱的对待无？有没有办法？各位兄弟，会不会觉得其实生命值得一试？打地单气看买有无？还是你现在心里面在下面想说，无数这句话你讲怪怪哦，你上爱甲人玩家，你讲这句话，由你来讲怪怪，对不对？吼，无要紧，连我嘛感觉值得一试吼。这就是咱真正看圣经、思考上帝话介水的所在。我大概台语的经文，甲下晡华语的经文无共款，就侪人甲我劝讲啊，牧师你不要准备2篇嘛，你讲同一篇就好啊，就台语讲成华语，听的人也无共款啦吼。看下这，你不晓得，其实这是我的福气啊，这是我的福气啊。准备2篇吼无共款的经文吼，是对我家己有利益。这利益大大的大过各位兄弟，大过恁听。上帝的话虽然我要传讲，不过对我的帮助是大过你们。各位兄弟，搁提起一解，搁提起一解。当咱咧思考，什么叫做看无家己，爱背迄个十字架？当咱咧思考。要安怎为主？什么意思？叫做为主丧失家己的性命，颠倒会得到性命。当咱咧思考要安怎听咱的对待的时阵，各位兄弟，这个不是技巧的事情，这个不是安怎做的代志，这个拢爱转来咱的性命伫上帝面头前有转变有转换无？这拢爱转来，咱基督徒是毋是要甲上帝的话看作重要？是不是愿意认真回到上帝的话，好好啊思考，好好啊反省，好好啊研究？就亲像我每一届讲道之前的祈祷，求主互咱明白伊的话，嘛求主互咱有气力来实践，安尼就是一个真实的基督徒，咱同心来祈祷。